黑妞，就你还在呢。他们都嫌你老的走不动，不要你嘞。你来弄啥？来瞧瞧这家被你倒腾成啥样了。咋刚来的时候没看出来院子这么大嘞？什么人？回头。是我。咋啦？几天不见就把我忘了？既然你们兄妹俩都在，我这话说一遍就成。鉴于孙怀清是祸国殃民的汉奸，危害乡里多年，县政府决定查封孙怀清家所有的点心铺、杂货店，除了口粮底之外，没收其所有的田产，一试惩戒，即日生效。至于你们家大院子嘛，还是先留着吧。你们兄妹俩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，不是？我呸！你凭啥查封我家的铺子和地啊？哎，怎么跟副县长说话呢？咱宜阳县的副县长还收拾不了你汉奸家的家业？副县长是个啥官？能救我爹不？那咋不能？你是说真的？就看你出得起价钱。你真信他能救得了爹？葡萄，你跟爹做生意这么多年，有没有见过他把钱藏哪儿了？爹现大洋可是多，不过不叫我告诉别人。连我也不能说。那我得问了爹再说。爹现在在牢里，怎么见得着啊？可不就是你把他整牢里去了？葡萄，我没想爹死。那自个儿找呗，屁股蛋子大的地儿能藏哪儿去？好本事吗？自家后院的地都敢翻，赶明要刨祖坟吗？孙少友，你就这么糊弄咱？还说啥想花钱给你爹赎罪来？我家肯定有光呀，就在这地里。这家里红薯窖里我都找遍了，什么都没找到。停着干嘛？接着挖。
报上了，下面啥都没有。胡子，你告诉我把钱放哪儿了？我把钱给他们，爹就回来了。这一个个的，爹叮嘱过我，这家里的事儿不叫外人知道，光看见爹的光阳了，谁看见爹的辛苦了？只有我跟着爹。还没睡呢。军爷，有火铃不？马灯点不着了。有。瞧咱都病成啥样了啊！咱有20岁了吧？可不光剩下病了。谢了啊，这当大兵的真够聪明，点个灯都那么办不休。这天还没亮，上哪儿去啊？我驴病了，带他去看大夫。你们跟着不？走。是我是吧？还能是谁？你还记得哥教你读书识字不？记得又咋了？那是在教你懂道理。你好生站着，过来我砸死你还真是个生胚子，一点都不识时务。葡萄，哥知道你对谁好，就是一个心眼好到底。可爹这次犯的是汉奸罪，没那么容易救。不都是你给害的？我说葡萄，你懂不懂事儿？我不懂。你混你的也得为爹想想。朱副县长说了，这个公文是他今天上午给的，只要把县大洋交上去，他上下打点就能替爹免些罪。他们就是想捞点好处，得了钱，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吗？这大洋是银做的，人是肉的，血肉之躯它不像银子，去了还能再挣，性命要是去了就回不来了。啊！明儿个一早，我就去找朱副县长，让他帮忙打听。过2天爹就能放出来。多一票少一票，我都得死。赶快回家！你不是答应过爹，替娘守住咱们这个家吗？人命重要，还是庄稼重要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这地得割呀！朱县长，
县大营我全带完，一个子儿没剩，这样是不是就能抵住我爹的罪过？使了银元，我上下给你打点就是了。你回去等信儿吧。那我爹什么时候能放出来？哎呀，这可说不准。我得里里外外打点透了。至于能不能救出你爹，就得看他造化了。我得过几天才能告诉你。这是为什么？您不是给我的字条上面写着，交出银元可抵罪过，您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！你爹犯的是汉奸罪，恁大的一个罪过，我一人说了不算。你要是觉得不值当，可以把这些现大洋拿回去，找我做什么？不，我没那意思。还请朱副县长多费费心，早日帮我爹免了牢狱大罪之苦，少勇感激不尽。审判结果不日即将公布，等有消息了，我再通知你。表哥，舅舅让我来劝你，少喝点酒，酒多伤身。我爹还好吧？身体好多了，精神头还那样，在屋里歇息呢。你这次回来，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你怎么了？小伟，不懂。我孙银虎已经是个废人了，还能咋？不管你是官是兵是非，我都不介意。你要知道不知道？那也没法子，不是？二大给判了汉奸罪。你先去叫上陶米儿，我一会儿赶过去。
是你啊，秀梅。大晌午的，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吃饭？我不敢见葡萄，他相信我，把他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给爹赎罪过。这几天了都没有消息，我刚去所里边问过了，里头的兵说朱梅回县城了，把爹顺着也转去了洛城，关到了监狱。他还在家等信的吧？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但是将心比心，我想葡萄一准的明白，你是一心想救爹的。咋说的？啊？问到啥信儿了？爹啥时候能回来？朱梅回县城了，这儿他啥也没说。爹被他带到洛城监狱里去了。骗人！你不是说把谢大洋给他们就能把爹给放回来吗？人呢？你反正还我！我们去县城，我们去找那姓朱的，我们让他兑现承诺，让他把爹给咱们放回来。咋着？朱副县长说了，你俩只能他一个人进。为什么？还能为啥？人家朱副县长要见的是这水灵灵的小姑娘，你一大老爷们儿进去，还不碍事儿啊？葡萄，咱们回去。咱得救爹。你在这等等，我去救回啊！不行，就他那龌龊心思，逼都能把你逼死。谁能逼死王葡萄？坐。咋了？啥？吃人呢？鬼东西！这个呀叫沙发，坐着可舒坦了。坐。哎，你今儿个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来问你要人嘞！县大洋你拿了，我爹人呢？哎呀，这孙怀清啊，犯的罪过可大了。光县大洋可不够。那你要咋样才中？好你个王葡萄！干啥呀，葡萄？你得先给我立个字据，等事儿完了，把我爹放了。哪有人立这种字据的？多羞人！我都不怕羞，你怕啥？你立不立？不立我走了啊！
你要是立了字据敢反悔，我就拿着这字据满洛城的找人说去。好，我给你立字据。不过立了字据，可不能耍赖。县长，是，我哪能嘞？我坚决支持政府处决大汉奸苏怀清。好，我主张对苏怀清提早进行枪决。哎，干啥嘞？干啥嘞？干啥？别等等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他们要枪毙爹回去。哎呀，这怀了娃的人呐，可不敢天天在家窝着。你看，出来逛这阵子，人脸色好多嘞。你就不怕我一天8个白面馍的吃穷了你啊？嗨，为了咱儿子，你这吃穷就吃穷呗。说啥？反正你就乐意花钱为你儿子，好赖没我啥事儿啊？哪能嘞？我还没说完呢，啥也比不上咱儿子。他娘，哎呀，明儿啊，我史学阳做梦都没想到啊，我能有儿子。你呀，真是我们老史家的大功臣呢。来，歇会儿啊。哎，小妹，哎，不过呀，我史学阳能有今天，全靠着二大。可是现如今啊，咱们日子过美了，他呢就进了大牢了。哎，咱二大判了嘞，哎，可惜了嘞。哎，感情贴了布告了，我去瞅瞅。瞅呗。哎，来拿着啊。这会儿啊，伯乐和佟导还在洛城，这可咋整？赖子，我二爷爷咋了？哎，葡萄，一会儿去我家喝汤呗。葡萄，咋就你一人回来了？佟导呢？他留在洛城等消息。哎呦我的娘啊！还打听啥呀？布告都贴到咱镇上来了。前天告示贴的满大街都是，说土匪汉奸过2天要拉回来枪毙，里边就有二大的名儿。哎，葡萄！哎呀，臭脖子，你拽我干啥？我得赶上去。我是臭的，人葡萄闻着老香了，是不？儿啊，你这还没出生呢，你爹就要跟人跑了，你也别出来了，你别活了，你就别出来了，姑奶奶，你就在里待着吧。姑奶奶，我求你可不敢打我儿子，我是看着二大对咱有恩，我才赶上去的。你骗鬼呢？啊！二大给关着，佟导也不在家，你去能看成啥呀？啊！还不是那西门庆看潘金莲，越看越对眼吗？哎呀，不生气了，不生气了啊！乖。有本事你别跑啊！看我们娘俩不压到你的小短胳膊、小短腿了！哎，我头回瞧见这怀了7、8个月娃娃的武松，老带劲儿了。是可得劲儿了啊！去，管着吗？啊，我们2口子就好这口。我这西门庆啊，就愿意赖着武松给我生儿子。哎，行了，不生气了啊。大街上
也不怕人笑话。那咱不逛了，回家啊。走吧。散了吧，看啥呀？来吃。哎，少爷，你们不能去啊！那地方杀气太重了。我杀人如果得多了罪了，杀气更重，怕啥？哎，少爷，这老爷这身子骨啊刚刚建好，您不能再让他为你提心吊胆了，不是？你不跟我爹说不就行了？再说我是去看看二爷爷，又不是去劫囚。我爹有啥好提心吊胆？我一天是你老子，可不就一天为你担心吗？爹，我去给二爷爷收个尸，完事就回来。你给我站住！人家有儿有女，用得着你在这冲销？爹，童脑和葡萄去了洛城，本家二大爷，我帮着拾到，于理也合。您怕啥呀？哼，不劳你费心了。谢正行就说了，今儿早上他见着葡萄已经回来了，他自会料理他爹的后事。又是这老鳖，起先这货就不干人事给害的，看我找机会收拾他。爹，葡萄一个女娃，他能顶啥用啊？我去就回。给我站住！表哥，这又不乐意你去，你就别去了。我爹不明白我，你也不明白我。孙勇，我可告诉你，今天如果你要出这门，你就再别回这家，我没你儿子。
过似的往外鼓动。没打死，真是个奇事儿。各家各户赶紧去收尸嘞！等药鹰来了，啄死肉，去的人也受证嘞。是葡萄，是葡萄。待会儿收尸的人群来，一准以为你已经被收走了，没人留心啊！我去给你拿吃的来，你在这躺着，就来。顺子，你说这顺子可真够可怜的，这还没娶过媳妇儿呢，就让人给抓了。你说他这一走，他爹他娘可咋办嘞？哎，别吭吭唧唧的像个娘们儿。现在顺子已经死了，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赶紧把顺子尸首给收了，要不然等各个镇上的人都来收尸了，咱们就走不成了。走。爹，你先搁这躺着，别吭声，也别动弹。天黑了我就来接你，啊。
别被枪毙了。你先打的，后补的，你一人独吃7颗子弹，这都没被打死。咋？啥？感情你还不想断送这条命，叫我也救救你？那也不成，老奶奶，我还不知道救不救得了我爹了。